在记者会上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个假冒的服务员他想要干什么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你当时明明可以拦住他。那这个人怎么办呀？他一看就有问题。先不管他，我打电话给苏勇，他会来处理。不把苏董逼到那一步，他不肯放手。觉得我很可怕。你说的对，我还是没有习惯这么直接、这么危险、毫无计划的做事方式。我就是怕，身为你的女朋友和合作伙伴，万一有一天跟不上你的速度怎么办？之前在山顶上你说，你习惯一个人独来独往。我不知道你之前经历过什么，但是经过万总的事情，我知道你内心是很善良的，冷漠都只是你的保护色而已。高山，我很心疼你，你以后不会再孤单一个人了，我都会陪着你，一起面对。走吧。去哪？林小姐难得这么温柔一次，我带她吃点好吃的。哎，什么是难得？什么意思？难得是什么意思啊？真希望这一切赶紧结束。迫不及待想看你爸被打败的样子。倒也不是，就是想给自己放一个长假。长假？就感觉这一阵子真的发生了好多的事情，无论是工作还是感情，都像是被卷入一个又一个的漩涡里。我就觉得心里特别的不安，我可能需要时间好好整理整理。那放假想好去哪告诉我，我好提前报备。你要陪我啊？你是我女朋友，情侣在一起想做的呢，我都可以陪你。哎，那放这个长假之前，咱们俩先找一个小假去一次那个喷泉吧。喷泉？我还有1块钱放在那儿呢。动不动就买下一个公司的林小姐，原来这么抠啊！哎，那可是我的幸运币，我实现了一个愿望。苏董的消息吗？结果怎么样？给我看看，看一下，快快，给我看看。给你看。苏董成功了，第一步，我们赢了。太好了，那下一步就是要把康明踢出一家。